来看民众党的消息，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天呢，今日透早去到台中坐车扫街，甲支持者咧互动真热烈，有人穿这个恐龙甲这个水鸡造型，互总伫路边替郭文天加油。这个郭文天拼陆战、空战嘛，伫开始战。第二日台资源网络节目，两人讲起了两岸的政策。郭文天伫节目中讲这个世界上呢，无人会感觉有两个中国。针对这点呢，这个郭文天接受访问，针对这个两岸立场的时，伊讲这是世界主流意见。特殊的动物装塔，互竞选车顶的郭文铁是赞声连连。队伍当中，阁有人直接甲民众党的旗仔抹起来，哪入车队，哪替阿伯赞声。现在华视的采访团队呢，也来到了柯文哲的竞选的车队伍当中，可以看到呢，在我后方就是柯文哲，他一一的向这个台中市民朋友来打招呼。车队一透早9点为南屯出发，一路行到北屯。郭文铁中途嘛把握机会来食在地美食，支持者嘛甲 Pokemon 的柯达鸭摕起来签名翕相，因的服装嘛真用心。就是超越蓝绿啊！这几天晚上就是加工了一下。人伫咧中台湾拼陆战、空战嘛无咧赢，韩木耀四超玩主持人讲到两岸议题。问你说，你接受一个中国吗？我的回答说，从世界上没有人有两个中国。回答很好啊，这没两个或是一个对。但是后面是什么？后面很多可以很多意涵呢。对啊，然后呢？然后就混过去了。就安尼转过，凡事着惊选情会阁卡到对方的敏感神经。郭文铁阁重申伊的立场。这一题的回答是这样，就是目前世界上主流意见不认为这世界上有两个中国啊，句号的意思就这样没有了。是一中一台。不是啊，你说这个都没有讲嘛。伊原来无加做解说，选战的最后阶段，三组候选人的两岸立场，互大家是真要义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